8日下午近4時許，港鐵荔枝角站對出長沙灣道發生嚴重車禍，一巴士懷疑收掣不及撞到前面紅色電動車，有巴士乘客懷疑受傷喺車廂等候救援。為防電車突然起火，消防和警員到場戒備維持秩序。超過10輛救護車先後到場準備接送傷員。有救護員推車前往巴士接送受傷乘客。車尾又冇事喎，車頭又冇事喎，淨係講啱啱揩死喎，急急飛。輕傷乘客自己下車行往救護車。有乘客頸部受傷，要由擔架車護送上救護車。車禍發生後正值放工時間，成條長沙灣道大塞車，車龍一直去到東京街附近。對住個山。